好，歡迎大家又翻嚟期權大叔每周大市分析啦。嗱，開始之前咧，我哋又賣下告白先。嗱，我有個 Patreon 嘅，咁如果你哋覺得我講嘅嘢又好，或者覺得想睇我每日嘅收市 post 早啲收到，又或者想睇到某啲資訊嘅咧，你可以去 Patreon 嗰度去支持下我。咁其次咧，我仲有一個免費嘅 Facebook 嘅 private group 嘅。咁如果你覺得我寫嘅嘢又想早啲睇啊，或者想收多啲我嘅資料啊，或者我發放嘅資訊咧，你可以去 Facebook 嗰邊去join 我個 private group 嘅。咁其次咧，有冇啲再貼近啲嘅市啊？有嘅，咁就係咧，就係我會有兩個嘅谷嘅。咁嗰兩個係咩嚟咧？嗱，一個咧就係每日數據分析，每日即時數據分析。咁咧中間有好多數據，同埋甚至乎有陣時會俾一啲即場嘅 insight 大家嘅。咁另外咧就係話每一晚咧我都會有另外一個谷嘅，就係話嗰個係個期權盤路倉位解讀啦。嗱，嗰個主要咧就係去分析一下每日每大戶做過啲咩策略個方向等等所有嘢嘅。咁啊，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喺下邊嘅YouTube 下邊嗰度咧會有 comment 可以登記，或者有條 link 喺度噶啦。嗱，有問題你可以喺留言或者 PM 我。好啦，咁而家我哋正式開始呢個禮拜嘅每周大市分析。我歡迎大家翻嚟期權大叔每周大市分析啊！今日2025年嘅6月22日啊，開始前俾我賣小告白。如果第一次睇呢個頻道嘅朋友咧，麻煩撳翻 subscribe，再撳埋隔離嘅鐘仔。如果覺得我做得好的話咧，麻煩俾翻個 like、share 俾你新朋友，或者用 super fans 去支持我哋。另外，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下邊留言，我會盡快答翻你哋嘅。好啦，長話短說，我哋先講啲數據先。嗱，呢個禮拜嘅高位咧就24131.44，比前一日星期咧就低咗307.91，低位咧就23185.58，又比前一日星期低咗589.34啊。咁即係話支棍咧就好明顯，純粹用數據聽咧都知道佢係成支跌落嚟嘅，即係高位啊比高低位都比前一個星期低啊嚇。咁可能全星期嘅波幅咧就有945.86，比前一個星期多咗281.43嘅。咁全星期咧下跌咗362.08，佔大市1.52%嘅。以周線圖去量度嘅趨勢圖法則啦，咁而家仍然喺第一階段持續上升啊。動力嚟講咧暫時持平。好淡分界線啊，阻力支持位咧就喺熒光幕上面啦。好，我哋講講幅圖。嗱，基本上咧呢個禮拜都係跌落嚟嘅，冇得講嘅嚇，純粹跌落嚟噶啦。但係問題咧就係佢仍然咧就啱啱掂到只係掂到條上升軌嘅下半部啊，下邊嗰個位啊。你話有冇力再上啊？嗱，暫時嚟講，我相信咧應該要挑戰一下呢個位。咁或者咁講啊，下個禮拜去到呢個月嘅最後一個禮拜比較麻煩啲。你話會唔會有一個好大嘅波幅？我覺得呢個嚟緊個禮拜可能會個波幅會收細啊，因為話晒都有轉倉啦、結算啦等等嘅嘢要做。咁你話喂唔係喎，外圍局勢比較反覆喎，比較動盪喎，會唔會似呢個？唔排除呢個可能性。不過一樣嘢就係結算永遠大過天。除非真係好大件事，真係真打到一日搞唔掂，先至有，我覺得先至會有影響。例如好似啱啱錄音時間咧，因為今日錄音係星期日嚟嘅，喺星期日嘅琴晚啦嚇，即係星期六嘅凌晨啦嚇，美國就用咗 B2 戰機走咗去炸咗伊朗某幾個核設施嘅位置。美國宣稱咧就非常成功，因為咧戰機完全安全地回歸下，所以咧非常成功。講真，你揸架 B2 去，要炸你架 B2 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喎。你 B2 係超音速戰機嚟，即係所以講句呢個係
三代尾嘅戰機嚟嘅，你要炸你架 B2真係唔係咁容易嘅，因為相信可以炸你 B2咧，我相信今時今日咧都係得幾個國家嘅軍力係有呢個能力可以炸到呢架 B2啊嚇。咁就嗱，但係我又覺得咁樣啦嚇，雖然咧表面上咧美國宣稱好成功地炸毀咗伊朗嘅核設施啊嚇，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呢個就挑起咗伊朗對美國嘅仇恨啦。咁啊原本就可能仲有得傾，唔會有咩特別嘢嘅，咁但係咧而家相信咧佢就絕對會攻擊翻美國，不過未必喺短期內，因為第一，佢而家受到一個大規模嘅襲擊啦嚇，咁我相信都有一定嘅損失或者一定嘅嘅軍力上嘅損失啦嚇，咁需要啲復原時間嘅，所以咧未必係短期內，咁但係可能咧可以 buy 到個短期嘅安全嘅。不過咁講，伊朗唔反擊你美國嘅，我淨係炸下中東啲美國嘅油田啊，美國啲 friend 啊等等咧，都隨時可以嘅。再者，佢仲波斯灣嗰度咧，佢本架戰艦啊，或者炸彈炸啲油船咧，炸一隻都死㗎啦，已經話俾你聽。因為你一隻油船炸咗燒緊嗰陣時，起碼燒成個禮拜嘅。咁啊，你已經所有油船都已經出唔到啦，啲油價就會不斷飆升㗎啦。咁啊，飆升就令到美國嘅通脹啊，或者全球嘅通脹啊，就增加。即係而家攬炒嘅就又係。不過咁講，如果佢伊朗咁做法咧，就對全世界都為敵，冇人幫佢㗎啦。咁啊，聯合國就好快會通過炸啦嚇。呢次咧，特朗普政府咧，美國政府咧係未經聯合國批准而去炸伊朗嘅。咁但係咧，聯合國冇聲出喎，暫時。咁啊，會唔會有咩嘢？我相信聯合國啊唔會講嘢住嘅，因為咧睇定啲先啦。因為而家嚟講，佢都想可能即係如果伊朗反擊咧，咁啊就俾個藉口啦，聯合國就通過可以去炸伊朗啦嚇。咁但係咧，如果而家嚟講，我覺得聯合國喺度等緊人哋反擊嘅啫，反擊咪有完全藉口咯。不過咁講，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裏邊咧，都有啲國家咧會支持伊朗嘅咁樣。咩國家大家心照㗎啦嚇，唔再多講啦，或者等睇結果都知啦嚇咁樣。咁啊嗱，我覺得下星期咧就未必會有一啲好戰爭性嘅嘢會影響個市嘅，尤其是港股港股應該比較反覆，比較喺度磨嘅感覺啦嚇咁樣。如果再遲啲咧，我唔敢講啊嚇，嚟緊進入7月咧，究竟會點樣咧？或者下半年會點樣咧？我相信到時咧個局勢會更加亂啊，大家要小心，同埋我會推薦大家咧所有倉都比較短線啲啊，短呢個意思咧唔係叫佢做短倉啊，係短線啊。即係有糊咧，就老虎蟹都食咗先。就算做倉啊，唔好諗咁長。咁雖然有啲，就算我俾到一啲長遠嘅睇法你都好啊，都唔好諗住我係 keep 好長咁樣，因為喺呢個時候咧，唔係一個 keep 長嘅時候。你睇翻好簡單，我講好幾次啊，淨係呢一下佢攞落嚟，你乜嘢長遠計劃都俾佢打散咗啦。我話打散完之後，又翻上嚟啫嘛，而家你諗下，咪又係佢跌之前嗰啲咁嘅上下位，嗱裂口就補咗，而家仲喺裂口樓上，咁你諗一樣嘢，如果咁樣的話，你俾人震咗出去啦，所以咧有糊咧，點解唔喺度食咗先咧？如果你做好倉嘅呢啲位食咗先啦，見勢不對咁樣。而家嚟講你話 keep 唔 keep 好倉？嗱，我又咁講，去到月尾啦，剩翻個禮拜，如果7月嗰啲咧。難玩噶變個倉啦即係可以由直線抽擊變成一個被動抽擊都得噶咁自己諗諗啦。如果有啲咩諗唔通嘅，可以 PM 下我嘅咁好啦，咁暫時講住咁多先啦，我哋轉頭翻嚟再講講日線圖，轉頭見。
好，翻嚟日線圖啦。嗱，先講下數據先啦。嗱，數據方面咧，嗱呢個禮拜成交咧比前一個星期縮減咗16.87%啊，平均成交只有2111.67億，比上一個星期咧就少咗428.41億，哇，少唔少㗎嚇？咁仲有一樣嘢想講講就係呢個禮拜咧就有星期五咧有富時指數、中國指數換馬嘅，嗰度都已經幫咗一橛㗎啦，嗰度冇記錯都有成300-400億嘅，不過問題咧。你諗翻咁都唔能夠令到個成交增加，呢個禮拜都係受到個外圍因素影響啦。因為打仗，大家都不如揸現金或者揸啲安全啲，譬如黃金嘅嘢啦嚇。好啦，下一個剛雙嘅轉角咧就6月25日啦嚇。咁而家嘅趨勢發則咧仍然喺第一階段啦。技術指標嚟講咧就有少少持平嘅。好啦，咁另外呢個禮拜嘅好淡分界線日線圖啊。23,582.72，再講多次23,582.72。嗱，呢個禮拜嚟講咧，喺星期二開始咧就已經跌穿咗條好淡分界線啦，所以咧暫時嚟講咧有啲偏淡㗎，唔好如果要做好咧，要控制住碼同埋小心啲啦嚇。好啦，我哋講下幅圖啊。嗱，呢個禮拜嚟講咧，就基本上真係有啲差差地嘅。點解咧？就星期一抽升咗一下之後咧，就星期二三四就二三四五啊，就跌落嚟。仲有一個唔夠一點嘅裂口，下跌裂口喺上邊。咁比較好少少就係咧，星期五咧就做咗一支棍咧，就反彈咗嘅。而支棍咧又唔係差喎，你睇下而家支棍咧啱啱企咗喺條終極線上邊收市價嚇。咁佢而家有2/3嘅喺終極線上邊，咁所以咧嗱，某程度上以趨勢發則呢種形態咧向好嘅嚇。咁但係咧，你又冷眼不防咧，而家個市真係咧，即係都幾弱下咁。再者咧，外圍有打仗嘅陰影啦，所以唔好覺得就話，哦，冇問題啦，我哋可以全力進攻再上翻去。我覺得暫時嚟講咧，要保守少少嚇，或者要控制喺注碼嚇，因為原因就係話始終打仗有個影響啊。而家都未知究竟點樣。雖然話美國單方面覺得佢哋已經成功炸毀伊朗啲嚴重嘅重要嘅軍事設施，但係唔係咧？即係唔好話係唔係啊？即係會伊朗係咪冇反擊之力咧？嗱，呢個我覺得要大家諗清諗楚啦，同埋可能唔會係呢個禮拜反擊，但係會種下一個禍根喺後邊啦嚇，我會覺得嚇。同埋佢唔炸你美國啫，我一樣可以炸以色列啊、也門啊、科威特啊、等等成個中東嘅油設施嚇，再唔係嘅炸油船，我話炸一隻油船咧就好嚴重㗎啦嚇，咁成個波斯灣咧就會亂晒大龍啦。不過咁講，佢炸得油船咧就有機會俾人哋大規模入去炸佢嘅。不過又咁講，伊朗咧基本上咧喺歷史以嚟咧係冇一個可以打得贏、打得入去伊朗。就算打得入去咧，好快咧都已經又俾人奪翻個政權。點解咧？其實唔係話伊朗啲人勁，喺伊朗嘅地理位置咧，全部俾啲生物圍住，即係你除咗空襲之外咧，冇乜方法可以入到去，因為一打落陸地戰咧，你輸硬嘅，你啲軍隊要爬山啊，你爬得入去你都冇力啦，人哋喺下邊嗰度喺度同你慢慢等你過嚟嘅啊，咁所以咧係好難打嘅伊朗，即係我會覺得要滅伊朗或者咁講，你要令到伊朗回復一個和平嘅國家咧，應該要由政治開始，係要改變佢哋嘅人民，改變佢哋個領袖啊，可能要將而家嘅個什葉派咧，要換牌啦嚇，咁否則咧都有啲困難，因為伊朗真係好難打。根據過去嗰成千年歷史咧，就算亞歷山大打過入去，
蒙古打咗入去都唔掂啊嚇。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呢個比較麻煩啲啊，係咪真係咁容易搞掂呢個國家咧？真係有啲困難。再者嗱，嚟緊呢個禮拜有結算，有轉倉，我覺得咧個波幅就唔會好大啦，會喺度上上落落喺度磨。咁暫時咧我都覺得佢仍然會可能佢能夠喺個終極線樓上啦，或者附近啦，上上落落，可能彈出彈入都唔奇啦，終極線。咁未必會跌得好深嚇。不過咁講，我仍然覺得23000咧都有支持嘅。不過可能要挑戰一下都唔奇啊嚇，即係穿一穿可以，不過會翻上嚟嗰隻。不過如果咁講咧，佢穿得落去咧，呢個禮拜波幅就會大嘅嚇，同埋咧後市咧又再淡少少，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大家要小心嚇。咁詳細嚟緊呢個禮拜點分析咧，我會留翻喺會員後續裏邊去講噶啦嚇。不過咁講，我喺呢度咧就唔係話乜都唔講，會講俾你聽就係都要講噶啦。呢個禮拜你唔好諗得太好，亦唔好諗得太差。我覺得咧上上落落個收市價咧，嗱之前我出咗個 post 咧，就講呢個月咧收市價應該係23400之上嘅。咁我相信咧，暫時喺呢個 moment 咧。呢個 statement 咧仍然係有效嘅嚇。咁但係你又唔好諗啊，之上好多喎，可能真係翻23400嘅啫喎嚇。咁我或者咁講，修正一下啦，我覺得23400附近啦嚇。咁貼士俾大家㗎，點解我咁講啊？梗係有原因啦嚇。不過呢啲留翻喺會員後續裏面講啦嚇。日線都七七八八啦。不過7月會點樣咧？7月又另一個世界嘅嚇，因為人家已經報咗一陣㗎啦。如果想知7月會點樣咧，7月分享會啦嚇。同埋過多個禮拜咧，伊局勢啊嚇，以色列加伊朗。再加美國，咁我覺得呢個會有多啲 information，會明確多少少嘅。到時再同大家喺分享會講啦。分享會嗰一期喺7月1號，因為原來7月1號放假，咁仲好，因為點解多咗時間去搜集資料，同埋會計多咗一日因為6月30號咧星期一嚟嘅，嗰日已經進入咗7月嘅第一個期貨交易日，咁容易可以計得到個期貨應該個波幅，咁又可以再有多啲數據俾出席嘅朋友仔。冇啦，暫時講住咁多先，咁轉頭翻嚟講下特別日子，轉頭見。好，翻嚟講下特別日子啦。嗱，下星期嚟講咧，恆指嚟講都幾多㗎嚇，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嘅。期指得星期一、星期四嘅啫，國指得一日星期三。上證就星期二、星期三，道指就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S&P 500就星期三、四、五。納指就星期一、二、三、五，同恒指一樣。基本上咧美股咧就已經完成咗個期貨結算啦。拍債又完成咗啦，所有嘢咧其實都如果以純睇美國經濟咧，嗰邊咧塵埃落定噶啦，冇乜特別嘢噶，咁可以咧出現另一個波段啦，究竟升定跌咧由頭嚟過啦嚇。但係咧，聯儲局啦冇上星期宣布咗啦，維持利率不變啦。預期仍然今年會有2次減息，究竟減唔減到咧，就要睇下特朗普政府究竟同個關稅門同啲國家傾成點啦，傾得到咪得咯，傾唔到嘅其實個通脹都會嚟。再者嗱，睇埋嚟緊伊朗點樣去反擊翻美國啊？如果佢真係俾我講中，即係衰講句唔好烏鴉口啊，唔係好想去炸波斯灣啲油輪。如果係炸波斯灣啲油輪咧，油價就會急升噶啦。而家油價嚟講咧都升，呢個月升咗好多啊，升咗2成啦已經，接近2成噶啦嚇。所以如果佢真係炸咧，就會更加急升。急升有咩影響啊？對全球個經濟咧個通脹會增加㗎嚇。
一增加咧，咁美國就未必能夠減息住啦，可能佢調翻轉頭會加翻一次息，去撳一撳個通脹。咁但係結果會點咧？未知。再者，如果你咁樣個油價咁樣升咗上去咧，究竟啲國家會唔會繼續同特朗普傾咧？又或者會唔會全部都跪低啊？我寧願做多啲生意咧咁樣，呢個真係好多未知因素喺裏邊啊。咁啊，暫時嚟講啊，都要睇緊啲嘅，因為波斯灣戰爭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你如果以參考睇翻當年波斯灣戰爭咧，油價係升到上過百蚊㗎，非常高㗎嚇。咁而家嚟講，距離100蚊仲有一段距離嘅，咁樣仲有成30% 嘅。咁我相信大家都唔想見到油價升嘅，因為揸車嘅人又會個壓力大咗啦嚇。咁所以咧嗱，美股會點樣咧？未知嚇。即係其實全球都未知啊，咁但係港區嚟講，我覺得下星期都係一個上落市，一個可能大型都唔奇㗎嚇。不過我仍然維持翻喺個結算位置會喺23,400附近啊，會可能上多少少啦，我覺得23,400上啲啲啦嚇。想知多啲嘅咧，去會員後續嚇，咁會再講多啲。好啦，再講講趨勢圖法則啦。出入法則嚟講，恒指、國指、科指，恒指、國指咧就係第一階段嚟嘅，科指咧第三階段啦，全部都係呢個禮拜進入嘅。一陣間再講下科指、上證同埋道指、S&P 500、納指都係第一階段嘅。嗱，科指比較麻煩啲嘅，其實科指嚟講咧，因為根據翻上一個 round 咧，去上嚟嗰下咧，我已經覺得咧，科指咧暫時嚟講係一隻不穩定嘅指數嚟嘅。即係如果你要用科指去評核個市咧，你可以話佢行先又得，話唔穩定又得。咁但係我反而調翻轉頭咯，我覺得如果你睇得佢太緊咧，咁除非你真係好短線，好緊，我覺得科指會幫到你。否則的話咧，如果你喺喺一個譬如日線嘅炒法啊，每日我都有另一個睇法嘅人咧，我會覺得咧你用科指咧可能會敏感得滯啊，所以我暫時唔覺得科指係一個成熟嘅指數，一個不成熟嘅指數，即係呢啲咧某程度上咪覺得有啲似咩啊？似啲三線股啊，甚至乎啲九線股啊，啲仙市股咁樣咧，即係隨時變化咧，即係日日唔同嗰種啊，甚至乎個個鐘頭都唔同。咁所以咧，某程度上有啲冇乜意思嘅，我覺得睇科指。所以調翻轉頭，你不如睇下恒指同國指先啦。仲有一樣嘢，我頭先覺得我而家諗翻有啲漏咗嘅就係，嗱喺個周線圖裏邊咧，呢個禮拜嘅周線圖咧，禮拜五嗰日咧就好精彩嘅。即係而家講開咧，個個鐘頭喺度變，我想講下禮拜五嘅周線圖。點解咁講咧？禮拜五嘅周線圖嚟講咧，基本上變化咗幾次啊。佢由曾經咧出現咗死亡交叉，又好翻又再變翻死亡交叉。死亡交叉之後咧，最終收市咧就冇咗死亡交叉。咁但係咧，嗱佢而家就係好 marginal 去出現個救翻個死亡交叉嚇。我希望佢能夠下星期升翻高少少，或者企翻穩喺而家呢個收市價樓上啦嚇。否則的話咧，會再出現個死亡交叉咧，對下後市咧係會有一定嘅壓力，尤其是周線圖。所以我成日話周線圖咧，如果你睇技術分析咧，周線圖俾到你個concept 咧，我覺得會係大過其他嘅嚇，所以大家要留意，大家要小心啊。咁冇啦，呢個禮拜要講嘢講晒啦，咁嚟緊咧就會結算啦、轉倉啦，咁7月又另一個世界啦。睇下美國加兩個 E 啦，美國、以色列、伊朗三個國家呢次會搞成點樣啦？中東關係會點樣啦？嚇，究竟聯合國會唔會落去斡旋啦？歐洲會點咧？不過我相信歐洲禮拜六嗰日係做緊斡旋嘅，不過問題應該冇偈傾㗎啦，因為美國炸咗你伊朗嘅，伊朗應該就唔再傾㗎啦嚇。咁但係就睇，我覺得歐洲暫時唔會表態住嘅，咁會等伊朗睇下會有咩反擊啦嚇。如果伊朗真係出手反擊啦，佢就好大藉口可以做嘢啦嚇。咁好啦，咁要講嘢暫時講要講嘢講晒啦。如果有啲咩問題咧，歡迎喺下面留言，我會盡快答翻你哋嘅。咁或者你哋可以直接 PM 我都冇問題嘅嚇。咁好啦，咁下個禮拜翻嚟啦，再同大家每週大市分析啊。
下星期見，拜拜。